我係銀行稅嘅後人，我現在簡單講幾句。我嘅爸爸呢係鄭光益，1921年12月3日嚟到加拿大，當時佢只係15歲。我祖父呢最鄉下呢儲足500蚊，佢哋交銀行稅，所以佢然後就得到嚟到加拿大。嗰陣時500蚊呢，等於今時今日呢，至少要10萬蚊。最鄉下呢，我個阿爺同我阿嫲呢，就好辛苦先儲得嗰500蚊，甚至乎啊，將啲田賣俾人，連間租屋呢，租換俾人，然後就儲咗500蚊。咁咪1951年呢，我爸爸申請我同我媽媽嚟加拿大。嗰陣時我係第一次見到我爸爸。銀行稅呢，對我哋呢華人呢，實在係咁唔公平。旗下嘅族裔呢，對唔需要交，只要係針對我哋華人。咁我認為呢就係咁唔公平啦。直至呢到舊年呢，銀行稅呢就得到平反，加拿大政府正式向我哋華人道歉同埋賠償。對於賠償方面呢，只有銀行稅嘅夫子同埋配偶呢得到賠償，銀行稅嘅後人呢一無所有，就係唔公平唔合理，應該呢一視同仁。嗱，我認為呢，擁有銀行稅嘅紙嘅人呢，有權向政府申請領取。我認為咁先至啱。我嘅爸爸嘅名呢，嘅英文名係鄭光益，佢已經就過咗身㗎啦。名叫做鄭寬容，我嚟加拿大1970年嚟加拿大，一落到嚟加拿大就同我個家翁同埋奶奶一齊住，一齊生活。我經常聽見佢講，嚟到加拿大係好艱難，好受苦，俾人欺負，仲要加拿大要收佢500蚊人頭稅，係非常之唔公平。佢吩咐我，如果佢係有命嘅呢，即係有生命嘅呢，佢就希望自己可以收到政府賠翻俾佢應得嘅錢。但係好唔好彩啦，現在佢哋兩個都已經係去世啦。佢就吩咐我，叫我幫佢向政府爭取翻嚟，佢係非常之唔合理。佢係點解當時佢哋啲人個個嚟加拿大做工生活，政府又欺負佢哋，又要收500蚊人頭稅，非常之唔公平。我老爺同我講，佢話佢每一日食飯呢，都係喊住嚟食嘅。同時食飯係冇餸嘅，煮好啲飯就揼啲鹽落去，撈勻佢咁就食啦。有陣時就擠啲豉油落去。咁樣嘅生活捱咗幾十年喺加拿大，我當時聽見我都流眼淚。我希望哈柏政府聽到我嘅聲音，因為你哈柏政府係做得非常之好，一上場就賠翻俾苦主，跟住就俾配偶，但係你仲有少少人做。我希望你聽到我心聲，繼續做埋呢一橛，俾翻啲仔女，因為啲仔女呢，大多數都係加拿大公民，
同時佢哋年齡有啲70幾，有啲80幾噶啦，年紀都好大噶啦。我係長出人，係個人嚟歲扶翻人嘅債，佢呢係扶啲人嚟歲嘅呢個眼呢就係我攞嚟冚仗嘅債，但係我攞嚟入邊時間啊喺嘅年齡呢，我攞冇呢就冇一樣都冇對我講，所以我就唔知道，但係我攞嚟。入加拿大時我還未出世，我還多媽都來自報書郎，佢一定呢就將韓人嚟所以呢大家平分，但係我呢就5個仔女啊，唯一個仔女都成50-60歲啦，我今年是81歲噶啦，係嘛？佢呢5個仔女當中呢仔女個個都日用20-30歲，我係票個票數呢成20幾張票，係你報書當下北總理，你難你開下個諾言，話呢將份呢人嚟稅呢就過還，但係佢入邊500萬，但係佢連得生存嘅日係500萬，梗係好呢人會你話平分，我人會就唔係平分咯。你應該要旁韓人係最知，呢就高還群咧夫子，好呢我就話你對我群咧人係最知嘅人呢就互相好，我話你盡去平分，我個字講晒啦。今日我要繼續向政府投訴關於我老爺人頭稅嘅問題。我老爺叫張平旺，佢喺1918年到加拿大，亦曾繳納過500元人頭稅。佢喺加拿大當年嘅生活一直都被要接受不平等嘅歧視，曾經飽受過無窮盡嘅辛酸。佢喺加拿大過渡咗61年，一直都係遠離妻兒，失去親情，完全冇家庭嘅歡樂。但係喺佢心目中呢，總係咧要盼望有一日能夠同妻兒團聚一齊嘅，呢個令佢係心裏頭好失望。如是者一直佢都捱到90歲，咁佢就離開呢個世界。我喺呢度請問政府，既然已承認人頭稅平反，但其中最令人費解嘅，點解在生嘅人有得賠償，而死去嘅人呢就完全抹殺無存？同樣在生與死嘅人都繳過500元嘅人頭稅，呢種不公平嘅對待係不實踐平反。我係人頭稅後代家庭嘅苦主，懇求政府還我合理嘅公道。我係我老爺嘅媳婦張秀珍。